人生的旅途犹如一条无法回溯的河流，时光推动着我们前行，无论愿不愿意，都要踏上未知的道路。没有人能保证每一步都踏在正确的位置上，也没有人能确保所有的选择都不会让自己后悔。然而，正是这些看似错误的决定，偶然的相遇，难以避免的遗憾，构成了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篇章。回首过往，也许会有许多不解，会怀疑当时的选择是否正确，是否可以有更好的结果。然而，世间万事皆有因果，每一次选择，每一个决定，都是因缘促成的结果，并最终导向当下的我们。假如没有过去的经历，便不会成就现在的自己。我们不应该站在今日的视角去批判过去的自己，因为当时的我们只是在那个时间点，那个心境下，做出了自己能够做出的最合理选择。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轨迹上行走，遇到该遇到的人，经历该经历的故事。无论这些人和故事带来的是欢笑还是泪水，最终都会成为生命的一部分。那些深刻影响我们的人，或许只是匆匆过客，但他们的出现从来都不是偶然。无论是带来温暖还是伤痛，他们的存在都是我们成长的一部分。正如风吹过湖面，带来片刻涟漪，然后归于平静。但湖水早已不同于从前。我们常常试图逃避困难和挫折，渴望一路顺遂，却忘了人生的价值并不在于避开风雨，而是在于如何在风雨中站稳脚步。该经历的坎坷，我们无法躲避；该承受的苦难，终究会到来。每一次跌倒，每一次受伤，都是一种历练，都是一种成长。正如烈火锻造钢铁，没有磨砺，就不会有真正的强大。每一次的痛楚，都是人生给予我们的功课。当我们真正理解这些经历的意义时，便能坦然接受一切发生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命运，无论我们如何努力，如何挣扎，命运的洪流仍旧会将我们带向该去的地方。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放弃奋斗，而是说我们要学会顺势而为，在不可控的变数面前保持心境的安然。我们所走的路，也许曲折蜿蜒，也许布满荆棘，但它正是我们应该走的道路。每一个当下的选择，都是命运安排的结果，而未来的我们，也将在这些选择的基础上，继续走向未来。世间的万事万物，皆有其因果，过去发生的一切，皆为今日之因，而当下所做的一切，亦成为未来之果。无论我们曾经历过怎样的风雨，遭遇过怎样的伤痛，那些过去的瞬间都已成为历史，无法改变。唯有当下才是真正能够掌控的部分。我们能够决定的是如何看待当下，如何面对接下来的每一步，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，让自己活得更加充实和坦然。或许曾经的我们怀抱许多梦想，渴望未来能够按照自己的期待发展，然而现实往往不会如愿。我们遇见过一些人，以为能够长久相伴，却最终走散。我们曾经全心全意投入一件事，却发现结局并不如意。这些无法改变的遗憾，并不是生命的缺憾，而是构成生命的一部分。如果没有这些遗憾，我们不会懂得珍惜；如果没有这些错过，我们也不会更加明白人生的无常与珍贵。我们总以为幸福是一种结果，是一个终点，但其实幸福从来都存在于当下。当我们不再执着于过去的错误，也不再过度担忧未来的变数，而是专注于眼前，便能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与意义。那些微小的快乐，或许只是清晨的一缕阳光，或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雨后彩虹，又或是夜晚街头的一抹灯光，但它们都是真实存在的幸福，是生命中不容忽视的感动。我们常常羡慕别人的人生，觉得别人的选择更明智，别人的生活更美好，但事实上，每个人都背负着各自的困难与挑战，只是我们未曾看见。世间没有真正完美无缺的人生，每个人的生命都有遗憾，有无法预测的变数，有无法抗衡的命运。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珍惜自己的道路，走好当下的每一步，不因过去的失误而自责，也不因未来的不确定而焦虑。人生的旅程如同一场长途跋涉，我们无法回头，无法重新选择起点，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向前，带着过往的经验与教训，在当下做出最好的选择。我们所经历的一切，无论好坏，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。这世上没有白走的路，每一步都算数，每一次选择都为未来铺垫。即使我们无法看清全貌，也要始终相信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